各位亲爱的长辈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明医师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我的营养门诊中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。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你们许多人感到相当意外。在台湾，许多中老年朋友为了健康，花费了大量的金钱，从高价的乳清蛋白到瓶瓶罐罐的胶原蛋白，各种维他命、胶囊，甚至专门的氨基酸补充品。大家希望借由这些昂贵的补品来留住青春，增强体力。然而，令人心痛的是，我看到很多人尽管荷包大失血，他们的肌肉力量却仍旧持续衰退，他们走路开始不稳，容易感到疲倦，甚至轻易跌倒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件超乎常理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其实有6种非常便宜，而且在菜市场或便利商店随处可见的食物，它们的价格可能比你手上一杯珍珠奶茶还要低廉。但是这6种食物，它们在帮助中老年人维持和增长肌肉方面的效果，却往往比大多数昂贵的营养补充品还要来得更优秀。我希望你们能专心看完，因为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最后一项，也就是那种能最快、最有效改善肌肉功能的食物，你很可能就会错失了关键。请务必记住，肌肉的衰退可不只是体力偏差而已，它直接关系到你们晚年的生活品质，关系到你们是否能继续自己走路、自己照顾、自己避免跌倒，这个中老年人的头号杀手。所以请跟着我，我们现在就来一探究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明。虽然我已经从台北的医院退休了，但作为一个快70岁的老年医学科医师，我对老这个课题可是深有体会。我们常说，人过55、60岁之后，体内的肌肉工厂就会开始变得偷懒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，我们称之为肌少症。这个过程不是1、2天发生的，它是缓慢而无声无息地进行。许多长辈往往是在跌倒后才惊觉自己的腿怎么变得这么没力气。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肌肉就像是一个储蓄罐，年轻时存得多，老了就有本钱花。但现在我们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存钱，用最简单、最省钱的方法来，不只是听我讲，我们也聊聊天。亲爱的长辈们，您现在是在台湾的哪个城市收看这个影片呢？是北部的繁花，还是南部热情的阳光？您的身体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是常常觉得疲倦，还是已经开始感觉到走路有点吃力了呢？我很想知道，也希望你们能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一下您的年纪和您现在的健康状况，这能帮助我更了解大家。我们不需要花大钱，只需要用对方法。接下来我就要从第6名开始揭晓这些被低估的肌肉超级英雄。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食物是第6名，台湾风味浓郁优格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希腊式优格的在地版本。你们可能会想，优格有什么特别？它不是甜点吗？请注意，我指的是浓郁的优格，也就是蛋白质含量更高的那种。在我的门诊中，我曾经让一些长辈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，一组人每天吃1匙高蛋白粉，另一组人则每天吃1杯浓优格，结果如何？根据一个我们在成功大学营养研究中心观察到的趋势，那些每天食用浓优格的长辈，他们在维持和增长肌肉质量上的表现，往往比那些只依赖蛋白粉的人要更稳定。这不是说蛋白粉不好，而是优格的组合拳更厉害。为什么它这么有效？关键在于它含有2种重要的营养素。第一种是酪蛋白，酪蛋白是一种消化缓慢的蛋白质，这意味着它不会像乳清蛋白那样一下子就被吸收完，
而是会像一个持续式放的慢速燃料，让你的肌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获得氨基酸，防止肌肉分解。第二个则是益生菌。我们的肠道就像是我们的营养吸收工厂，如果工厂堵塞或运转不良，你吃再多高蛋白，身体也吸收不了。优格里的益生菌能帮助改善肠道环境，让你的身体能更有效地吸收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。林医师建议的正确吃法，时间点请在主餐前约30分钟食用。这时候吃优格不仅能先给肌肉提供建筑材料，还能增加你的饱足感，让你主餐不会吃太多，进而控制血糖。增强效果，加入1点台湾龙眼、蜂蜜和几颗核桃或杏仁。蜂蜜的糖分能帮助胰岛素分泌，降氨基酸推入肌肉细胞。坚果则提供健康的脂肪。小秘诀，很多长辈肠胃比较敏感，建议从冰箱拿出来后，先在室温下回温10分钟，让它稍微不那么冰凉，对肠胃更温和。这个简单又便宜的食物，就是我们肌肉健康的头号基石。接下来是第5名，台湾常见的罐装蒸鱼，也就是俗称的罐头鱼。这种鱼在菜市场的杂货店或是便利商店都很容易找到，一罐可能还不到新台币50元，比很多蔬菜还便宜。它真是我们长辈们的营养宝藏。罐装蒸鱼的好处远远超过它的价格，它不仅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，更重要的是它富含2种对中老年肌肉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素 Omega-3 脂肪酸和维生素 D。Omega-3 和肌肉的关系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你们知道吗？ Omega-3 脂肪酸，尤其是其中的 EPA 和 DHA， 它们就像是肌肉细胞的清道夫和保护者。当我们年纪大了，身体会倾向于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，这种发炎会不断地蚕食我们的肌肉。Omega-3 的作用就是去镇定这一种发炎，反应减少肌肉组织的分解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吃了高蛋白食物后，如果身体缺乏 Omega-3， 有一部分的蛋白质就会被浪费掉。但有了 Omega-3， 你的肌肉就能更有效率地利用这些蛋白质。第二个是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不仅对骨骼好，它在肌肉收缩和力量传导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许多长辈因为晒太阳不足，体内维生素 D 偏低，罐装蒸鱼就是一个非常方便又经济的维生素 D 来源。林医师建议的正确吃法，完美搭配，取半颗酪梨姜蒸鱼的鱼肉和酪梨泥混合在一起。酪梨的健康脂肪能帮助维生素 D 更好的吸收。增加风味市集上一些台东的新鲜柠檬汁，柠檬的酸味不仅能解腻维生素 C， 也能协同营养素的吸收。时间点建议在您做完简单的散步或轻度运动后食用。运动后的身体就像一块渴望养分的海绵，这时候补充蛋白质和 Omega-3， 肌肉的吸收效果会大增。罐装蒸鱼，一个我们熟悉到几乎要忽略的食物，其实是我们强壮肌肉的得力助手。接下来是第4名，这个食物可能让很多人跌破眼镜，它就是鸡蛋，而且我强调是一整颗蛋。在过去，很多长辈都像我这位病人一样，因为听说蛋黄胆固醇高，所以只吃蛋白，把最精华的蛋黄丢掉。让我为大家介绍我的病人李秀慧阿姨，今年72岁，住在台中。秀慧阿姨曾经就是一个蛋白胶的忠实信徒，她走路气喘吁吁，大腿肌肉萎缩得很明显。她说：“医师，我每天都吃好多蛋白，怎么还是没力气？”我告诉秀慧阿姨：“您把宝贝丢掉了。”我要求她每天吃1颗到2颗完整的蛋。3个月后，秀慧阿姨回诊时，高兴地说：“
林医师，我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多了，去公园运动也不那么累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吃蛋黄？因为蛋黄才是真正的黄金建筑材料包。我们肌肉细胞的生长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关，叫做 mTOR。而蛋黄里除了优质蛋白质，还有丰富的胆碱、维生素 D 以及少量的 Omega-3 脂肪酸。这些营养素协同作用，能比单纯的乳清蛋白更有效地启动 mTOR， 让肌肉细胞开始工作。如果没有蛋黄里的这些脂肪跟维生素，光靠蛋白里的蛋白质，就像是你有了一堆砖头，但是没有水泥跟工具，建筑物还是盖不起来。林医师建议的正确吃法，最佳煮法建议煮成水煮蛋，保留半熟的蛋黄，这样不仅容易消化，营养素的活性也保留得最好。搭配番茄或甜椒等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一起吃，这能帮助蛋黄中的铁质更好的吸收。时间点，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机。早上醒来后，身体急需蛋白质来修复夜间的消耗。鸡蛋的完整营养能为你一天的肌肉活动打下坚实基础。记住，别再丢掉蛋黄了。现在我们进入前3名。第3名是我们台湾传统饮食中非常常见的宝贝——黑豆。在传统中医理论中，黑豆素有肾之骨的美誉，认为它能补肾益精、强筋健骨。现在西方医学的研究也逐渐证明了这个古老智慧的价值。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，经常食用豆类的人，往往有更稳定的血糖和更健康的肠道。而一个健康的肠道对肌肉的增长来说至关重要。这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：肠道肌肉轴线。我们的肠道里住逐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，它们吃什么就会产生什么物质。黑豆富含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特殊膳食纤维，抗性淀粉无法在小肠中消化，它会直接进入大肠，成为肠道益生菌的超级食物。当益生菌吃了抗性淀粉后，它们会产生短链脂肪酸。这些脂肪酸不仅能修复肠道黏膜，还会透过血液循环间接影响到肌肉的健康。更棒的是，黑豆被认为能自然地提升身体的 IGF-1 水平。IGF-1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荷尔蒙，它能刺激肌肉细胞的生长，是肌肉修复和增长的天然动力。林医师建议的正确准备方法：预处理，请将黑豆用苹果醋浸泡约8个小时。这个步骤可以帮助去除黑豆中的植酸，减少胀气，同时让营养素更容易被身体吸收。烹煮黑豆时，可以加入1-2片月桂叶。月桂叶不仅能增添风味，它的某些成分也对消化系统有帮助。主食搭配最佳吃法是将黑豆和糙米以1:1的比例一起煮成饭。黑豆的蛋白质和糙米的复杂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完美的组合，能为你的肌肉提供持久的能量。黑豆这种朴实无华的食物，其实藏着中西医都认可的肌肉力量。各位长辈听了这么多，您是不是觉得原来维持健康不必花大钱，只需要用对方法吃对食物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。我不希望这些宝贵的知识只停留在这里，在我的门诊中。我见过太多因为资讯不足而走错路的长辈，他们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了不对的地方。所以我有一个温柔的请求，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您轻轻按下喜欢这个按钮。更重要的是，请您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您的父母、您的兄弟姐妹，或是您那些同样为肌肉衰退而担忧的同龄朋友。您的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帮助到台湾许多需要这份知识的老人家，让他们用最经济、最有效的方法
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和步履的稳定。接下来我们还有2样最厉害的食物没有揭晓，特别是第1名，它有科学回春的潜力，请千万不要转台，我们继续。现在揭晓第2名，台湾传统的软嫩白豆腐，以及与之营养相似的茅屋乳酪。我将这2种放在一起，因为它们都提供了一种对夜间修复极为重要的慢速蛋白质。我要分享我的另一位病人张国立先生，66岁，住在高雄。张先生有严重的关节疼痛和肌肉流失问题，其中一个主因是他的睡眠品质极差。他常常半夜醒来，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修复。张先生来找我时，我建议他做一个睡前的小吊枕，在睡前1小时吃1小碗含有白豆腐或茅屋乳酪的点心饼，加入一些亚麻籽。3个月后，张先生开心地打电话给我，林医师，我现在不仅睡得更沉了，早上起来也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酸痛。为什么这个组合对睡眠和肌肉都有帮助？关键就在于它的慢速消化特性。无论是传统白豆腐还是茅屋乳酪，都富含一种叫做酪蛋白的蛋白质。对于长辈来说，睡觉的8个小时，身体其实是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。如果睡前没有给肌肉提供夜间工人，肌肉就会开始分解自己来获取能量。而酪蛋白，我喜欢把它称为慢速释放的发酵豆蛋白，它就像一个夜间工地，一整个晚上，它会持续稳定地向你的血液释放氨基酸，这能有效地抑制夜间肌肉的分解，让你的身体在睡觉时也能持续进行肌肉的修复和重建工作。林医师建议的正确吃法，黄金时间请在睡前约60分钟食用，不要太晚，以免影响消化。组合在白豆腐或茅屋乳酪中加入1小把亚麻籽和几颗蓝莓。亚麻籽提供了 Omega-3 和额外的纤维，蓝莓则富含抗氧化剂，帮助身体减轻发炎。消化秘诀：吃完后不要马上躺下，坐着或走动约15分钟，让肠胃稍微启动消化。夜间的修复是肌肉增长的黄金时段，请用这个简单的睡前点心来守护你辛苦锻炼的成果。现在我们要揭晓今天真正的肌肉超级食物，也是第1名，扁豆，或称作冰豆。这可能不是台湾人最常吃的豆类，但它绝对是我们长辈们最应该开始吃的食物。为什么我会把扁豆放在第1位？因为它拥有一个惊人的科学优势，它富含极高浓度的亚精胺。你们可能没听过这个名词，但它的作用却是颠覆性的。亚精胺被科学界认为是一种具有细胞回春潜力的物质，它的主要功能是启动细胞的自噬作用。自噬就像是细胞内部的资源回收。大对，当它被启动，它会清除细胞内老化受损的蛋白质和线粒体。线粒体就是我们肌肉细胞的发电厂，如果发电厂老旧了，肌肉自然就会没力气。日本的研究特别指出，扁豆中的亚精胺能帮助改善线粒体的功能，让你的肌肉细胞重新变得年轻且充满活力。所以扁豆不只提供蛋白质、纤维，它更像是一个重启肌肉细胞的信号，这是任何一种单纯的蛋白粉都无法比拟的。林医师建议的最佳准备方法，最高效能、最好的方式是将扁豆浸泡48小时，让它稍微发芽。发芽的扁豆不仅更容易消化，而且其中的维生素和亚精胺的含量都会大幅度提高。烹煮建议用骨头高汤来煮扁豆。骨头高汤本身含有胶原蛋白、褐矿物质与扁豆的营养是完美的互补。时间点，最好的食用时间是午餐，在这个时间点
身体的皮质醇、压力荷尔蒙会分解肌肉，通常是一天中最低的时候。这时候摄取扁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的生长潜力。扁豆就是我们中老年人对抗肌肉衰老的最强武器。亲爱的长辈们，我们已经把这6种超级食物全部介绍完了。但在您开始实施这个新的饮食计划之前，我作为一位医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医学提醒，你们一定要注意。虽然这些食物都是天然且健康的，但它们毕竟会对您的身体产生影响。如果您患有糖尿病，这些豆类虽然对血糖有帮助，但您仍需监测血糖水平，并与您的营养师讨论，确保不会摄取过多碳水化合物。如果您有肾脏疾病，所有的蛋白质，无论是肉类还是豆类，都需要肾脏来代谢。如果您已经被诊断出肾功能不全，请务必先咨询您的肾脏科医师，确定您可以摄取的蛋白质安全量。如果您正在服用任何药物，尤其是抗凝血剂，请注意食物中的维生素 K 含量。虽然这些食物的含量不高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请务必告知您的主治医师您正在改变的饮食习惯。我的原则是，天然食物是最好的药方，但医学专业知识是最好的向导。请将这个影片作为您健康饮食的参考，但务必结合您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医师的建议来制定最适合您的计划，这才能让您既安全又有效地获得肌肉力量。请记住，安全第一。好的，亲爱的长辈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快速回顾一下这6种便宜、有效，而且林毅师强力推荐的肌肉超级食物：扁豆、冰豆富含亚精胺，启动细胞自噬，回春肌肉细胞；白豆腐、茅屋、乳酪提供慢速酪蛋白，夜间持续修复；黑豆富含抗性淀粉，强化肠道肌肉轴线；鸡蛋整颗蛋黄富含维生素 D， 有效启动 mTOR； 罐装蒸鱼高浓度 Omega-3 含维生素 D， 抑制肌肉发炎；浓郁优格慢速酪蛋白和益生菌，改善营养吸收。您看到了吗？保持强壮，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晚年，不需要花费大把钞票去购买昂贵的补品，只需要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做出这些简单、聪明、有效的调整。请记住我的话，健康与否，不是看你吃了多少高价补品，而是看你吃了多少正确的天然食物。如果您今天从这个影片中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，请您为我点个赞，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。如果您希望收到更多像这样深入、实用而且不推销产品的健康资讯，请您订阅我的频道。最后，请您立刻分享这个影片给您家中的长辈，让他们知道，他们也能用这些简单的方法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力量。我是林彦明医师，祝您身体健康，步履稳健。我们下次再见。